2050年净零排放是政府的目标。即马国有财产署是要甲一寡趴远的国有地来租予民间的企业去种树仔来减碳。其中，伫台东的地上72公顷的代替的土地，即马已经准备要租人，毋但是互企业摕到碳权，即政府也通摕到10%的碳权加租金。趴远超过10年的地上乡旧代替机场土地有72公顷，是一块无法度种植的国有土地。代替放弃去机场了后，这个土地佫传出要种电，也被抗议。土地一直趴远，毋过即马政府推动2050净零排放政策，企业经营产生的大排放，爱造林种碳来中和排放的碳，也行进行碳权交易。地上乡旧代替机场这片土地，即马佫有换发机会，国产署要交租予企业造林种碳。这个也是一个国内的首创啊，那时候会选择台东，也希望能够在营造另外一个森林公园以外也能够透过一个这个 CO2 这个减量额度的提供，让我们国内的产业更有这个国际的市场竞争力。地上乡公所表示，去年就甲企业合作出租8公顷土地种碳，即马中央也加入未来地上乡有更加侪平地森林，加做碳中和的热带观光地区。在今年5月6号也会再重新再增加一批。那我们持续让池上迈向这样的一个森林碳汇曙光大道。国产署出租地上公有地措施，最近就会甲中兴大学合作办理招商，若顺利完成，政府有一笔租金收入，也可能摕到10%的碳权。记者综合报道。